是搞了一个西式的皇宫啊！哼，来，把东西都摆好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以前你从来没陪我过生日，我就自己买了个蛋糕，让大家一起陪我过生日。好啊。小智，唱个生日快乐歌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吧。哇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什么呀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别跑！不要！看你再敢涂我！就这样安静的待一会儿。芬妮，哎，峰峰，啊，搞得我满脸都是。啊，快擦擦。哎呦，我这脸上，天哪！其实，李欢挺喜欢你的。我看啊，他喜欢的人是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曾经在一块住过，你是不是被他给那个了？啊？瞎说什么呢？你就承认吧。我跟你说，他才不是我的菜呢。他呀，就是小公狗，段正淳，花。哎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你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叫你皇后吗？为什么？唉，因为啊，你是他梦中的皇后，他对你可是日思夜想的。行了，别胡说了，怎么会呢？我说真的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我最了解李欢了，他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你要是对他有意思的话，要趁早下手，别让别的女人给抢了。可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吧。李欢确实特别帅，而且又善解人意，又体贴温柔。要是和他在一块儿，肯定不会无趣乏味的。哎，啊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不是都已经安排司机了吗？那，你多保重啊。我们两个现在终于成朋友了。谢谢你以前那么维护我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朋友而已啊，最起码我们还曾经有过肌肤之亲呢。你少来！你再说，我跟你说，朋友都做不了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现在正在取保候审的阶段，你万万不能冲动，一步都不能大意，要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他们能把房子、车子、现金还我就不错了，反正我钱来得快，冻结了也无所谓。只是他们现在是限制我出境，反正我也没有出境的打算。哎，芬妮对你挺好的，你要把握机会啊。可是我喜欢的人是你，
你本来就喜欢皇后嘛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，嘿嘿。蠢女人！你看看你这里啊，装得跟皇宫一样。现在皇帝有了，再来一个皇后，芬妮真的好适合你啊。皇宫里没有冯昭仪怎么行啊？千年的老怪物，赶紧去洗澡吧，陪你的皇后吧，加油！你不准走，不回来！快走快走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啊！快走啊！王伯，怎么了？这个乞丐一直在这里不肯走啊！姐姐，萧兆业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姐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每天晚上他们5、6个富婆轮流着折磨我。王伯，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跑到大街上，我没钱吃饭，我就偷钱，被他们抓着打了一顿。我经常被丐帮的那群人打。那刘子业他们几个呢？他们都跑出来了，可是后来我们跑散了。姐姐，我好饿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你慢点吃，别烫着了。哎呦，真是个千年的饿死鬼。梨花，对不起，我跟媒体说，跟你没关系。芬妮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而且冯峰也跟我说了，说你在暗中帮了我不少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。没有，其实你真是个绝版好男人。你是不是不会让女人流泪啊？我可不是什么绝版好男人，我伤过好多好多女人的心，我是一个暴君。暴君？哪有这么说自己的？怪不得小峰总说你是什么千年僵尸、神经病，我现在知道了。芬妮啊，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就留下来住吧。真的？嗯。谢谢。哎，你慢点吃。天哪，这怎么饿成这样了？姐姐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用不着谢我，你当皇帝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贻害天下，这样的下场你也活该。姐姐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今天才知道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欺负那些没权没势的人，是多么可恨的一件事。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过有这样的体会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再喝点水吧。小峰，回来了。这是谁啊？王伯，哎，去带他洗个澡。好的。等我一下啊，我跟你解释。与叶波在一起时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姐姐，永远都在照顾他的心情，就像狂风一般，不知道终点在何处。李欢不一样，他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出现，时而风言风语，时而专注温情。有的时候，我都分不清
他对我的感情究竟是什么，就像分不清我自己的内心一样。我们几个人真的好像他说的那样，从前世就纠缠不清，到了今生还要绑在一起吗？叶佳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刚才那个人叫萧兆业，就是关在后院的皇帝。你不是给他们找工作了吗？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我把他们送到夜总会去当少爷了，结果被富婆们折磨得受不了了，他们就逃回来了。小凤，你自己说，你说你这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但是他们没有你想的那么坏的，在李欢的教导下，他们已经改了很多了。李欢，一个李欢还不够，你又弄了一个皇帝团队来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反正我就是担心你和他们在一起会有危险。李欢，这是我刚刚烤的蛋糕，尝尝吧。好啊。你在干嘛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那就好。这是我特意为你烤的。其实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会过这样的生活。芬妮啊，你要始终相信你是最好的女人，比这样更好的生活你都会。我相信。天哪！宝舍古生李欢的女人，居然是叶博士的女朋友啊！是吗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叶家叶先生吗？啊，是我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娱乐周刊的记者，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采访我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有啊。你的女朋友替李欢出头了，这个你怎么看呀？另外，你的女朋友是李欢最重要的人，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？刘佳，这2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这2天的新闻吧，大致上也就是说冯小姐和李欢之间的事情。怎么样？伯父，这就是您请我来吃的唐僧肉。这是我托人从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湖泊带出来的，当地人叫它长寿菜。你再尝尝看。味道有点甘苦，还有淡淡的清香，跟其他野菜没有什么区别啊。哎，李欢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让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、瓜果奇珍吗？我认为，让人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合理的饮食、合理的运动，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活。伯父，何出此言啊？人呐，老了，毛病都出来了。以前呢是拿命换钱，现在是拿钱换命啊！我现在把很多事情都交给老大、老二、叶波去处理，我自己呢闲下来，好好享受生活。其实伯父有空的时候应该多出去走走，修身养性。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，里面写的是有关灵丹妙药的事情。在一个古老的村子里面，百姓平时用一种草药泡水当茶喝，而且村子里的人平均寿命都在90岁以上。其实人的寿命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活几百岁没有问题，就是要看能不能控制机体的老化。也许人老了，就都会想尽办法去对抗自然衰老，要不然求长生不老怎么会是人们千百年的梦想呢？
生老病死，花开花谢，长生不老只是人类的一个奢望而已。李欢，长生不老不是坏事。控制机体老化的常识，从古代的道家、佛家到现在的科学家，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追求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人类衰老的现象被破解。不过，如果人类长生不老的话，那烦恼也就多了。你想想，人类将不死亡，继续繁衍，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！那这个世界岂不乱套了？哎，李欢，一会儿去研究所，我给你看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叶先生，您看一下。好。李欢，见过这种花吗？这种花还真没见过，而且还开得这么妖艳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生花。古书中记载，这种花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。也就是说，这花就是素的唐僧肉了。素的唐僧肉，这种说法有意思。可惜啊，目前还不知道长生花的繁衍和培植。你这儿这么多科学家，培植一株花对您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你知道长生花用什么浇灌吗？鲜血。这是用动物的血调制的，长生花要用血液才能存活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不是很理想。我在想啊，是不是要改用人血来浇灌呢？你不必惊讶，北魏时期当朝国师迦叶，就是他从印度引进的长生花。迦叶，李欢，有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我正在搜集相关的科学依据。你要记得，我们曾经私下协议过，我免去你的牢狱之灾，你答应帮我做事，我请你来加入我的团队，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长生不老的秘密。长生不老的秘密啊！如果人类衰老的秘密被揭开，那可是举世震惊的事情啊！哎，当年在永寿寺的时候，迦叶他是怎么治好你的病的？说出来啊，吓死你！他用自己的血浇灌一种黑色的植物，然后让它们的汁液给我做药。哎，这个房间不用打扫了，你去楼上忙吧啊。为什么不打扫？哦，老板关照过了，这个房间不需要打扫，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。哦。那你去忙吧。啊。9月13日，峰峰说我们别再见面了。可是看到白裙子，还是忍不住想买下来给他。
就好像她穿着自己改装的白裙子，站在我的皇宫里面一样，让我心醉，让我以为你还在我的身边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男人讲自己的心里话，真的。李欢，什么事儿啊？看样子你挺忙的呀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